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
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无论今天我们心情如何，让我们都把重担交托给神，让神的爱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每一天都有好心情。这时候，我们邀请弟兄姐妹一起站立，我们来唱这首歌。啦啦啦啦。祝福
再一次，耶稣，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哈利路亚！我们用掌声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天都有好心情。阿们，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这时候把心思意念单单的对准我们的主，让我们单纯来渴慕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让我们专心专注仰望他。在光中你走向我，点亮我里面的黑暗光景，洗去我的软弱，你接近我的生命，拥抱我，如同至宝在你怀里。你走入我的生命，遮盖我心中的所有恐惧。你是我的一切，主，我单单依靠你。我要抬起头，定睛来仰望你，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让我们更深来敬拜我们的神。你走入我的生命，遮盖我心中的所有恐惧。你是我的一切，主，我单单依靠你。我要抬起头，定睛来仰望你，让我们更深敬拜。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正走在像沙漠一样干渴的道路，四面都是困难处境，但神仍然与我们同在，因为他永远掌权。神关系
扇门，他必开一条新路，不逼我，不软弱，我心仍要赞美，凡事信靠主，不失去盼望，因为我的主仍然在掌权。他必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随时年手里，绝不被困住。我要在沙漠中赞美，在旷野中宣告，我的主永远掌权。上子的在于你，受屈的你必代替，圣子的难主，我心仍要赞美。凡事信靠主，不失去盼望，因为我的主仍然在掌权。他必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随时年手地，绝不被困住。我要在沙漠中赞美，在旷野中宣告，我的主永远掌权。他必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随时年手地，绝不被困住。我要在沙漠中赞美，在旷野中宣告，我的主永远掌权。我要在沙漠中赞美，在旷野中宣告，我的主永远掌权。天父上帝，我们要献上感谢及赞美，赞美万能的主，时时在我们身旁守护着我们。主啊，我们要喜乐的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你也要请你赐给我们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在翱翔着。主啊，我们要将今天的主日礼拜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让说的及听的都能蒙福。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接下来我们请坐。接下来我们来请那个吴英俊牧师来为我们献诗。
主啊，我心已坚定，我要用我的灵来赞美你。清晨的时刻亲近你，每日我要歌颂你。Oh God, my heart is steadfast. I sing and make music with all my soul. Awake, I praise you at the dawn. I will praise you in the morning. I will praise you in the morning. 每日我要亲近你。哈利路亚！今天是赞美的日子，是不是？太小声了，赞美的日子是不是？是。我一个人要抵你们100、200、1000、2000的人啊的一个声量啊，不简单啊！我也是要费这个很大的一个预备的一个能量。主耶和华已经与我同在了。Assalamualaikum， Assalamualaikum。人家牧师都已经了解了。听到萨尔马利贡的时候，你们要回一个礼，叫我的公马萨。不管你懂不懂，就是给我回应就好了。有出声了，我就心欢喜 ，OK？ 是不是？是。欢喜吗？欢喜。欢喜啊！7天欢喜一次吗？天天都欢喜。标准答案。是不是？哈利路亚！哇哦，是哈，这个萨尔摩利贡的时候，瓦尔格摩萨，这是我们多年前我们的香柏树美国香柏树音乐宣教团去到那个Moscow Soviet Russia 不是叫 Soviet 苏俄的时候，在那边做工，那边的牧师宣教牧师派遣我们我跟我师母2个。到那个里海，Gaspino Sea， 你知道里海在位置什么地方吗？不是地中海，是比地中海要更东边的一个高加索 Gazasia 大概是的一个高加索地区，那里全部都是一个这个Muslim 的 area， 回教区。我们去那边用基督教的一个宣教，在那边就是宣讲。最主要的有很多中国大陆东北的一个弟兄姐妹在那边做中东人的一个生意在那边做这宣教宣导。但是我们在那边做礼拜还是有什么事工培训的时候，特别是赞美事工的一个培训耶稣打造我这个生命的是要唱歌就是为了要向他歌唱、颂赞、赞美的人我这个小伙子看起来有没有老？赶快说我年轻，年轻，谢谢，我才有力，对不对？我才有力，没有强迫你们说我年轻。其实前几天我这样有一点不舒服，回来的时候。然后呢，医生看我了咳嗽了还是怎样？他说你们都没有感冒，你都没有 COVID-19， 你don't have。但是看到一个病例说，你的年纪到了，难怪你会这个咳嗽会这样了，那耶稣是强的嘞，stronghold，he is the stronghold，he is the mighty fortress，OK。耶稣如果是这样，我就是跟着耶稣的灵恩走灵跟恩在走的。所以我被他这样莞尔一个揶揄说，哎呀，这个你的年纪到了，差不多都会这种毛病那老人病说我老人我很不服气，为什么？什么兴奋？心不老了好，对不起，误听了还说我兴奋，对不对？耶稣
都不讲我老了，这医生说我老什么，对不对哈？是有一点呼吸哈，这有一点的气喘呐 ，asthma 哈，叫做黑姑啦，哦，听懂台语了吗？哦，我在美国是讲这个华语跟希望回来能够多讲台语，因为我本身是台湾道地的台湾，但是我是美国籍的，台湾籍的美国人，不是应该是台湾人的美国籍的，搞不懂哈。我20多岁的时候，我跟我师母就到音乐学院芝加哥音乐学院去那边读钢琴演奏，非常 tough 的一个学校，非常严格跟 Julia 跟New England 的 Music Conservatory 都是一样的严格非常 tough。但是主说你不是读音乐而已，你这个家伙不是读音乐而已，你要再读神的神的学问，然后有一天我会差派你我有没有在听话？有没有听？有，那个时候30几岁了，要听了，不要再当我只管走世界级的一个演奏，没有，上帝没有给我走这个所谓的纽约的一个百老汇的一个舞台，没有。为什么？因为义工你很胆小，你走世界舞台你会挫折，很少有人是晋级到世界级的。你不是世界级的，你是为我歌唱级的。你我有听话不？这样我有没有听话？有一个这个当一个听话的人，耶稣才会用我的生命。真的，这是基本的一个概念，生命生存的一个概念。所以今天早上我用这一首诗歌，先各位做敬拜。有时候我们信徒教会会有一早起来眼睛打开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习惯？当你眼睛打开的时候是怎么样？第一个感觉是感觉是耶稣你就想到耶稣是你唤醒我了，You wake up me， 你是唤醒我了。哎呦，我想再多睡半个钟头好不好？耶稣说：起来祷告了，起来赞美了。天已经亮了，亮了，是你自己都把那帘子关下，你想多睡。耶稣在呼唤你call you, wake you up， 是不是是的，每一个基督徒醒来的时候要怎么样？第一个怎么样？仰望，就要仰望，心中想我的主，今天我要走到哪里？我去上班。我去哪边工作？我去出去做捷运是不是这个你会与我同在了 ？Yes， 每一个脚步拢打理好，把好好这保守了，不是绑脚的，这保守保得好好的。是的，不要忘记耶稣当你打开眼睛的时候，耶稣就在你的一个灵里头转动了，灵。跟恩就开始恩典就开始 revolving 了，开始功能才开始行使功能了。是的，你们有没有这个习惯？跟耶稣请安，早上起来跟 say 耶稣Hello Jesus my Lord Good morning， 有没有？你看大家都不敢讲，大家都不敢回答。牧师，你的羊全部都是 Yes I'm certainly， 我要确信。因为我有耶稣的，因为我要今天我要知道说你与我同行到什么每一个脚步每一个地区，是的，所以不要做一个不懂礼貌的孩子，可以吗？刚才我好像在台语堂没有这样讲，好像对你们比较苛刻，对不对牧师？我在台语堂我对了不是我看你年轻所以可以刺激可以刺下去上帝的灵感动我说跟你们下重药猛药，因为每一个人来这边聚会的都已经有没有人是福音朋友？今天有没有福音朋友？全部都是得救的人口。你是没办法我有跟陈牧师说，欢迎怎么样慕道的多邀几个进来，
绝对啊有你好看，怎么样？有你感动，有你怎么样感受到？哎呀，基督教的那个耶稣啊，真的是可以拥抱，可以来亲近，可以来亲近，真的是哈。下一次就福音布道嘛，好不好？我是属于那个这个那个什么，这个就是动态型的啦，啊，行动型的啦，好，而且是刺激型的啦，这样的啊，可以吗？好，今天如果有刺激到你的时候，好，不要说我很凶啊，哈，应该是说，哎呦，这个家伙啊，怎么这个还不算老啊，68岁了，好，迈向68了。耶稣不管你年岁多少，他就是用你，就是要给你活力。阿们，是不是？第一首诗歌《找我的主》，来，请你听。再大一点，一点点，这样。清晨时刻，我灵苏醒，向我的主说早安。黎明的光越照越明，向我的主感谢。清晨时刻，我灵苏醒，向我的主 say good morning。黎明的光越照越明，向我的主感谢，将我的心情告诉你，的主看顾，将我的心愿交托你，的主赐福。今天每分每秒，今天在每个角落，快乐地迎接这每一天，奔向我神的道路。今天每分每秒，今天在每个角落，快乐地迎接这每一天，奔向我神的道路。早安，我的主，领你主同在。早安，我的主，欢欢喜喜赞美你。好，我们继续好不好？后半段的时候，后半段我们一起来唱啊！即使你们第一次听，我们要一起来歌颂，可以吗？早安，我的主，跟 Yes， 跟Say Hello to my Lord。清晨时刻，我灵苏醒，向我的主说早安。黎明的光越照越明，向我的主感谢。清晨时刻，我灵苏醒，向我的主说早安。黎明的光越照越明，向我的主感谢，将我的心情告诉你，的主看顾，将我的心愿交托你，的主赐福。今天每分每秒，今天在每个角落，快乐地迎接这每一天，奔向我神的道路。早安，每分每秒，今天在每个角落，快乐地迎接这每一天，奔向我神的道路。早安，我的主，领你主同在。早安，我的主，欢欢喜喜赞美你。早安，我的主，领你主同在。早安，我的主，欢
欢欢喜喜赞美你今天的每分每秒，今天每分每秒，今天在每个角落，快乐地迎接这每一天，奔向我神的道路。早安，我的主，邻里主同唱。早安，我的主，欢欢喜喜赞美你。早安，我的主，早安，我的主，邻里主同唱。早安，我的主，欢欢喜喜赞美你。早安，我的主，欢欢喜喜赞美你。早安，我的主，欢欢喜喜赞美你。哈利路亚！每次赞美主啊，我都会有一个现象，什么呢？流汗呐、里面呐、热能呐、冲出来啊，爆发出来啊！哎，哇，好舒服哎！真的，为什么呢？因为赞美主哈，可以得通畅，啊，气息可以流动的哈，非常的顺畅啊！愿意吗？这边呢好像都没有回应呢。赞美主，难道那一口气没有在你里面呢？砰敲砰敲砰敲，没有吗？有啦，绝对有啦！相信你自己好不好？因为你是靠主的吧？只因为耶稣，只因为我喜欢依靠你，我靠你，有没有？有啊，像那撒母耳一样啊，只因为说啊，主啊，我在这里，哎呀，你有听到我的声音 ，Samuel， 就是这样。是的，好，醒来了哈，醒来了哈。好，我再说那个哈，我的一个哈。你们看我，我刚才已经在透露我的年纪了吧哈？我在家是排哈，老小就是老幺，老幺会有什么特质？啊？被宠爱，差不多了，差不多可以啊，依赖感哈，还有什么？啊，对了，都是一样嘛，你照着别人的答案在抄。都是虫，这样的、啊，一样的，是的，我在一个传道人传道人的家长大的。我父亲是以前神学院毕业，年轻时候毕业之后有在太平径，你知道太平径长老教会台南嘛这里有没有台南来的？台南人。你是台南道地的台南人吗？我觉得你好像有点像荷兰来的。牧师，我大概，嘿呀，我不晓得几年前台南也有长老教会有一个荷兰道地是荷兰来的，他的姓氏是荷兰的姓氏，但是语言是讲什么？用我习惯讲台语，荷兰人一看就知道好像阿多阿明呐。而且是讲台语的，这样的，哇，这个所以台南来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特殊啦 ，spectacular， 是啊，所以天父给我们的是什么样？一个很好的一个牧会环境给我父亲，后来我父亲把7个小孩子养大的时候，有一天我父亲跟我说。英俊啦，你书有没有在读啊？你有没有在读书啊？有啊，老爸有啊。那怎么都没有考那个前3名呢？我怎么知道啦？对不对？每次写答案就对啊，但是别人名次就比我在前面啊，我也不晓得啊。的公嘛就是很单纯啊，这样。你怎么都没有象征你哥哥啊。姐姐也是神女啦，哥哥都是雄中台大啦。那你呢？你能不能多读一点书？你能不能这个多用功？
老爸很怕你哈吊车尾，吊车尾是什么意思吗？吊桥尾啦，就是跟不上啦。在一个这个家庭里头哈，是这好像学习能力就是这没办法这个抓紧这样的。当一个家庭的孩子如果学习能力这个跟不上的时候，当家长了会不会很焦虑？会不会焦虑？会啊，不会焦虑哦，不会焦虑才怪哎，对不对？你当妈咪啊，你有当妈咪吗？有。哦，那你现在有没有烦的孙子？有没有为孙子而烦恼？不用哈，哇，那你是老神在在啊，这样的哈。天赋啊，哇，真的你的靠山之大啊！是的，我父亲呢跟我说，那你到底能不能跟得上啊？哇，那这样他就说你好好学，你上主日学的时候也多学多学。我竟然是听我老爸的话的时候，在主日学，我是长老教会主日学的儿童长大的时候，有一天呢，我老爸说，你怎么这么会唱一首诗歌呢？那首诗歌叫做听过没有？好像我都是随便乱唱了，是吧？整体唱就是我把它改变了，我把它改变成黑人了，因为我去芝加哥音乐学院的时候是住在很低的一个这个月租费的黑人区啊，所以有跟黑人稍微交往同学也有黑人这样的所以日久了就被他们的一个风格影响。我学习到这首诗歌的时候，竟然在我大概经过45年、50年的时候，某一个创作的时候，哼出来，我就觉得很惊讶啊！有这么一个印象，是儿童的时候，10岁，大概10岁不到的时候，印象冒出来了，在60岁的时候冒出来了。你看有没有惊讶？非常惊讶，因为上帝的灵就是在你里面一个 rooted 一个 up，let you spirit growing， 让你的灵在那边根植生根，而且是长高了。生的根长得非常好，而且是努力的发芽，树干长高，然后发芽，而且有结了非常多的一个fruits。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看得见的一个成绩。他说：“你继续唱吧。”叫我说不要停啊，对不对？我这把年纪了，我有跟很多牧长就是说，那个你要不要退休了？申请退休？我说退休这2个字我还没有挂上口他看我说好像不用退休吧，因为他认为我这个头发还很黑，我这个没有染的还很黑，表示说里面的元素还是属于年轻人的元素，是不是？你的发质应该不错，还好，是不是？所以你还要再用功，多服侍大概30年以上。阿妹可以了你现在应该40不到了你55哇，你有30万85可以了，好了，超过80都已经荣耀见主了啦，好不好？阿妹可以好，快不过哇，我们可以到几点？11点50好，我开自强号。所以我就写了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影响我很多，也表达我怎么样在向主谢恩的一个灵向主谢恩的一个心意啦。所以我写了这首诗歌。这首诗歌的里面叫做的歌词叫“我的生命在你手中，按你的形象塑造器皿”。
生命的路程领我前行，我的生命受造奇妙。这里就是说我留学的时候，到美国留学的时候，我的生命受造奇妙，就是在描述那一个定点，留学生的一个定点。按你的形象塑造器皿，从我小时候的这个喜欢唱歌，然后一直把我捏造，把我给冒的，就是祝我生命的一个形状的时候，直到现在成为一个福音的赞美神的一个宣教士，你看多有神奇！好，所以我们一同来领受，更爱我主。好，你帮忙我哈。我的生命在你手中，按你形象塑造奇妙，生命路程领我前行，我的生命塑造奇妙，悬挂衣裳，专心爱主，愿你形象高有满我，爱你更深，爱你更多，比往更深更深爱我主，我爱你，全心爱你，用虔诚向你祷告，倾心托意，爱你更深，爱你更多，我愿意更爱我主。All my life is in your hands, more to be your vessel. Long life journey, lead me forward. My life is a great miracle. Oh, for my life, love God. May your Santiago feed me, love you deeper, love you more every day, more of you, God, all of you, wholeheartedly, pray sincerely, honesty, put my heart, love you deeper, love forevermore. I want to love you more. I want to love you more. 我愿意更爱我主。
好嘞，对啊。每一次我唱这些我写的诗歌的时候，我总是会感受到哈，天父跟我同在很深很深，也引导我们的香柏树非常明确，非常明确。所以这趟路回来，在上个礼拜回来的时候，是按着天父给我们的这个时间、跟定向、跟内容来准备回来。所以这个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有预备、有感动，也可以为我们的一个宣教的一个路程、宣教的一个这个经费有感动的时候，也可以写在将你的大名写在那个这个我们的 envelope 的这信封上面成为我们的音乐世界宣教的香柏树之友这个是非常感谢的先做这个简单的一个报告，谢谢。我们接下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如今软弱正义的刚强，贫穷正义撑不住，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正义的刚强，贫穷正义撑不住，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恩你在过去一周的看顾与保守，无论在职场上的挑战，或者是在家庭生活中的难处，你都赐予我们足够的智慧与平安，引领我们度过。主也感谢主，你今天能够让吴英俊牧师能够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更加的来认识你，也能够看到在吴英俊牧师身上时常在赞美你的美好，也让我们心中能够谨记赞美。在生命中每一刻都能够来快乐的来赞美你。现在我们将我们的时间、金钱以及才能作为你的圣工所用，求主悦纳。还是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接下来由我来做报告。首先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我们来读2遍，来，大家一起来。大家一看见就知道，我是上主，我成就了这一切。他们会明白，以色列神圣的上帝使这事实现。以赛亚书41章20节。再来一次。大家一看见就知道，我是上主，我成就了这一切。他们会明白，以色列神圣的上帝使这事实现。以赛亚书41章20节。那本主日是由香柏树音乐国际宣道事工来由吴英俊宣教士来分享，
来讲道、请安与报告。我们谢谢吴英俊宣教士的勉励，好，谢谢。那插花培训招生，然后在7月、8月也有开初级班，然后5、6月有5到6月这中间会开进阶班，那免学费，但是需要自付花材费。那报名详情请看那个1楼的公布栏。4月15号星期三的一个祷告会，时间在晚上的8点到9点，地点是在7楼礼拜堂。那本周的主礼是由陈敏哲长老来主礼。4月15号星期三，10点半到12点也有松大的讲座，那主题是找到生命中的失落的祝福啊。然后讲师是邱雪妹老师，也欢迎大家来参加。4月19号星期天的下午1点半到3点半，在新堂有举办这个志工成长训练，主题是防灾新力量志工的使命与角色。那讲师是方伯君督导请扫描 QR code 来报名。然后4月16日星期四截止。好，继续。4月21号9点半到12点，有基督教福音协进会2026的关键面对，那地点在33号新堂。那我们在电力公布栏有做公布，那请大家来看。那自行扫描 QR code， 或者是与那个主任干事来做报名。4月25号的星期六早上9点到12点，有竹中松年部与平安7月关怀协会合办的一个专题讲座，讲题是迎向未知的老化，那地点是在杨梅的教会，那讲师是周洪先老师。4月19号以前，向苏清长老跟美英执事来报名，以便来登记午餐。4月4号星期六，那个庄福华以及邱玉文夫妇，那在4月4号星期六平安产下一个男婴，感谢主，愿主来赐福，新生儿平安快乐成长。蔡依林与廖佩宇夫妇也在4月4号早上星期六平安生下一对龙凤胎，那也感谢主，愿主赐福，新生儿平安快乐健康。林月香姐妹在4月8号星期三蒙主恩召，那享受是98岁。那我们在4月25号的10点会举办入殓祭火化礼拜，那下午2点会举办这个告别礼拜。那5月7号就是星期四9点也会举办这个树葬的礼拜。那愿主安慰的灵与遗族同在。现在要来为4月份的寿星庆生，我们请4月份的寿星来请起立，来到我们的台前，然后来请到我们4月份的寿星，请到我们台前。在我们的周报的第2页我们将会有60位在4月生日的弟兄姐妹。今天有在我们当中的，也欢迎来到台前，我们一起来为他们来唱生日快乐歌。再往你们的右手边2步，好，来，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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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刚才我们也听到报告，在4月份还有3位新生儿的加入啊，我们也为他们一起来祝福。好，愿上帝祝福他们在生日的这一个月份，好，出眼蒙福，入眼蒙福。我要邀请大家可以举起我们的手，一起来为台前好这些生日的弟兄姐妹们为他们来祝福。亲爱的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们，要奉主的名来为着每一位站在弟兄姐妹面前的弟兄的这些寿星们，为他们来祝福。愿主你赐福他们身体健壮，灵魂兴盛，凡事兴盛。主啊，也赐给他们能够有美好的灵性，能够来有主住在他们的里面，也祝福在他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家庭，都有能够经历上帝格外的恩典，使他们能够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也能够经历上帝你的丰盛祝福。我们同心在你面前举起我们的圣洁的手，为他们来献上祷告，为他们献上祝福，求主垂听。我们如此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拍手来祝福他们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请回座。好，今天有第一次来到我们迦南教会的新朋友吗？我们请起立让大家来认识一下。好，还就是我们今天的吴牧师，欢迎，感谢主。谢谢吴牧师。接下来我们还是会邀请那个吴牧师来为我们讲道。这个题目是树的赞美。我们一起在向我们的主做同声的祷告。主耶稣，这个时候我们要进入深度的领受这个信息，对我们不管什么年纪，90岁、80岁，还是更年轻的20岁、30岁，通通都是受益的，通通都是要每一个时刻要积极去运用主给我们的恩赐。主耶稣，我们在这里敬拜，不是单单第7日，不是单单的在这个会堂，我们也要将领受之后的那个动能带回到我们的工作。求主恩膏我们的心，让我们所听的明白，以至于发挥生命的光。靠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这一趟路我回来。我准备了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叫做树，因为我感觉我是一棵树。当初20年前，我领受我们一批同工，大概是有10个人，在我们家祷告了1年，在我们家的客厅祷告了1年。有一个女牧者，最后满了11个月进入第12个月，最后那几周说主的话语来了，主的应允说刚才的祷告有看见在我们身上，特别是我这个宣教者，我已经跟耶稣已经是commitment 的很久了，在我身上看见一个绿色，这个绿色同时怎么样，逐渐成为一个绿光体，这个绿光体之后形成一棵什么形状？树。所以他就用历代志的那个树长得很高的那一个来跟我启示说主耶和华已经应允说你去申请，用这个跟加州州政府申请的时候，所以我就我们在1个月内就跟律师、会计师都找到了，然后同时把那个州政府非常繁杂的那个表格填上。州政府跟我们回复，本来是要6个月
3到6个月才能说哈准不准许、通不通过。所以在我身上，我们这个宣教团身上，就是以香柏，这样懂了吗？以香柏来做一个名称的一个 subtitle 一个命名，香柏树。所以这段路我准备了就是这个树的赞美，树要赞美，树即将要怎么样发挥它的一个赞美的一个威力，赞美的功能啊，这样。我再请问刚才在台语堂那边我有在讲到之前有先请问说，你认不认为各位兄姐认不认为树会唱歌，会甚至会发出赞美的一个声音的一个歌颂的一个唱歌的一个声音，会吗？树会唱歌吗？会风吹，嘿，OK， 然后呢？OK， 你好像是研究植物的是吧？我比我懂得更加的有一点有点细腻动力感来是的，我跟你说树如果不会唱歌树是枯死的，树是静止的、静态的，树是在那边成为一个什么黄颜色的树。但是我这个树是属于什么？常绿 evergreen， 是不是？是里面有东西的，有生命在让它进行呼吸，然后呼吸完了之后，然后有水分有什么样？有成长，有长高。一棵树要长高需要怎么样？有哪几个元素？赶快，生物。水你国中没有白读的，国中你读哪一个名校？金华国中，台北金华。南投也有好学生出来优秀资优生出来对不对？是的，一棵树要成长需要那些元素，那没有那些元素，缺少其一怎么？长不高，成长不了，生存不了，所以一棵树如果要长高的话，阳光、空气、水，养分好，你认不认为这个如果少了水弟兄姐妹，水你喝水，每天喝水，你喜欢吗？还是经常有在喝水吗？还是说反正喝水这个少一点也没关系啦，一天大概500cc 以下我跟你说，标准的是2200cc， 2200cc，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营养师所说2200cc 这样的。好来，如果有人说，我才不稀罕呢。这个这个我少一点水，这个今天少一点，明天也少一点，反正这个不喜欢喝水。我跟你说，1天你没有喝水，没觉得怎么样；2天你会觉得这个嘴唇干干的；第3天你会觉得什么？奇怪，怎么感觉走路有点不平衡呢？第4天进入什么？昏厥，绝对你会脱水。3天之后。你如果水量不够，3天之后会脱水。一棵树如果少了水源的话，会怎么样？枯最后枯了。OK，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领受就是感觉到树的确是刚才的一个圣歌队把我唱出我的一个最主要的信息说，一棵树要栽在哪里才会成长？溪水旁，然后呢，会按时来什么结果子？按时结果子之后呢，保证是叶子是它有没有说叶子不管的，
反正哈，你这棵树能够哈多少水量哈，你就随你自己的，不管你了没有。他是说把你栽在溪水，那个溪水旁不是臭水沟，不是那个哈不洁净的，是清净的河流。而且如果是清净的河流，表示说周围的一个风景是什么？配合是美好的，让你这棵树看了也心会喜悦啦，会觉得的你这棵树栽在那边哈是有价值的，跟周围的环境是美好的。而且最后一句话是啥？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尽都顺利。好，我们来看一下图案。好，这是什么？牛，你们看到牛啊？为什么这个宣教士会从美国带一只牛回来呢？牛的旁边有什么提醒 ？GOT-MILK， 什么叫 God Milk？ 不知道哈。好来，几年前在美国有一个广告，是一只牛跑过去广告啦，好，后面掉了一堆字，但跑过来以后又后面掉了一堆字，都没有讲话。原来那一堆字哈就是这样 GOT-MILK。我这样一看到，哦，我知道了，我懂了。最后打出他的那个名牌，他的牌子叫做什么？那个就你们凡是看的电视广告的，有没有来喝我这一排的牛奶？每一次我回到台湾的时候我都很主动这个走进一个街头叫做711号711号你们听不到，听不懂啊？对呀，7-Eleven 11 OK， 是的。然后去到那边看到最插牌 OK 我就买了一大罐。又看到零差银零差银 OK， 就觉得非常能什么满足。我把它买来，我很愿意掏我的钱去买回来怎么样？享受了 God Milk。是的，我有享受上帝给我的那个智能，去把那个好东西给带回来。你有没有在喝牛奶？有，喝牛奶健康。下一个，这个小孩子大概是2-3岁左右，他在跟人家比赛吗？觉得跑步很气喘吗？有没有？他在做一个很深度的一个东西，这个深度的东西就是什么？举起手，然后在做什么？忏悔，应该是赞美比较有深度的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就 God praise， 他在赞美，小孩子在赞美，你赞美了吗？今天你赞美了吗？有，还不错，但是不是第7天来教会才做一个赞美？每天在自己的一个空间里头，你也是属于赞美的空间。所以我们要开始想到的时候，树它的一个生命的功能，第一个，我们是从诗篇第1篇第1节到第3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刚才的诗班，台语堂的一个诗班，把我的所写的也写作的曲子，我运用刚才那个曲名叫做《溪水边的生命树》，他们唱得很好，我还没有跟他说唱得很好，所以把写作的一个领受耶和华的那个这个深度的东西给唱出来的时候，哇，这就要表明说，诗人原来是诗篇第1篇有写几个部3部，所以诗人开门见山的时候，开着门见着这个神的圣山，说3个部，耶和华给每一个相信他的百姓的人有3个部，哪3个部？不从、不占、不做。哪一个是最不好的？不做，因为不做，这是我的一个诠释。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亵慢人，什么叫亵慢人 ？profane 的一个 people，profane。
是与基督常常在捣蛋的人，是 against 的，是敌基督的人，不想领受。上帝要对你们好，对我好，对他好，他也不领受，我也不领受，怎么样？哇，不懂人家的好意不明了上帝对我的爱，很可惜，亵慢人的座位就不要去做。3个不，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生命保障，非常好，可以可以领受吗？生命的保障3步，以3步作为生命的一个起点是对的，所以我们就来考虑一下树的生命功能。好，下一个，树的生命功能，生长环境、成长条件，提供好的一个资源。每一次我坐飞机飞回快接近台湾的时候 ，OK， 好，大概是2个钟头前。机长就开始说降低，现在请系好安全带，降低高度，降低高度请各位要接近这个我们的 destination 台湾要到了。那个时候感觉是怎么样？哇，故乡要到了，故乡又要回到这个美丽的一个地方了。这个美丽的地方，你们感觉你们住的舒不舒服？舒服的人才1、2个而已。其他的人都还在犹豫当中这个是美好之地，这个是有如同跟你们的一样迦南之地一样的，有山有水，有牛奶蜜之地的一个地点。这个岛屿什么都有，样样都有，真的，人也很非常nicely。上帝已经给我们有非常好的一个土地资源。环境资源，那工具的一个充足的一个用具，交通工具什么都这个四通八达的非常好。这就是我们已经开始进入到近光之处。什么叫近光之处？就是没有一个长草的一个之处，居然会有水泉出来，居然在台湾里头，对不对？有山有水，水是什么？水源是足够的。你看每一次4到8月、9月都有丰富的一个水泉就下来了，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第二个，我们来思考一下，树的颂赞生命，既然有美好的一个生命环境的时候，他要我们不是光光享受不是单单一直享受、而缺少思考。我们要成为上帝赞美上帝的这个树成为这么一个很巨大的树的时候，要怎么办？19节有告诉我们答案的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皂荚树、番石榴树、野橄榄树，在沙漠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植。请问这里有几棵树？7棵。对，那7棵的话，你喜欢吃哪一个种类？喜欢哪一个种类？台语堂的弟兄姐妹，他们说这个橄榄树也不错。我马上就想说，橄榄的话可以弄橄榄枝还是橄榄油，可以去这买卖，可以去赚那个橄榄油的一个蛮有经济价值的。你们呢？你们选择什么？皂荚树。好，那我们传道人我们比较喜欢那个什么你是不是师母？我不晓得，不是你也要选香柏吗？你我是同味道的，香柏我不要，因为香柏除了它的一个香木非常坚实以外的有发出那个香味，最主要它是这样把它给砍下来，然后制造成对吧？属于上帝的殿的圣殿在用了，高级、宝贵，而且是被上帝看重，了解吗？高级、宝贵、被看重，
被看重。对啊，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生命的公园啊，一直提醒我们，我们要好好的去怎么样把它用出来，领着之后，领受之后，再把它出来，发扬出来，发挥出来。不管是你是选择喜欢哪一棵树的时候，最后有4个字，非常安慰了我的心，因为我从小都没有考入第3名。我刚才已经讲了，在我那个这个传道人的一个家庭里面，这个我最小的没有考进这个前3名的时候，我很怕跟不上弟兄我的兄长的那个一个成绩的一个表现，所以我被这4个字安慰了，一同怎么样拉拔，一同怎么样围起来，然后把你赶鸭子上架也好，也把你围起来，我们一起行走吧。我父亲母亲把美好的信仰之灵，而且是长老教会的那个种子传递给我这一代，多感恩啊！真的非常感动。所以我觉得在一生我有3个感动，就是一个我身为台湾人，第一个感动；第二个我的艺术家的一个生命的信仰是长老教会栽种我出来的。第三个就是啥？我很会歌颂上帝，又是一个美好的种子，了解吗？所以这样你会不断的去把上帝给你的好东西，不断的把它给卷出来，搅拌出来，把它给运用出来。这就是说树的一个生命功能，一同得栽植。今天弟兄姐妹，你们来了的时候，你就想说一同，什么叫一同？什么呀？就是全部的意思 ，unification。所以每一个人不会落单，每一个人就是在上帝的一个这个国里头范围里头是怎么样，全部都这个有行走的。第3个。树的一个生命是用来发挥它的一个价值功能的。什么叫做生命价值？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的人，要结出果实，而且是结出有动能的、有使命的。这个使命就是使出，就是运用出它的一个命定的一个果子，不是单单一般的一个普通的一个fruits而已。所以你如果有了解到以赛亚书41章的20节，所有上帝给我们一个 principles， 所有的 message， 所有的字句，所有的语言的时候，就是要叫我们怎么样？第一个看见他的一个creatures， 第二个进入到 knowing， 等到你知道之后，你就会去思想。思想多的时候就丰富了，就完全是豁然开朗的一个明了。耶稣爱我了，上帝在使用我。今天来聚会的有没有超过90了？90岁，牧师有没有超过90岁？有好，非常荣耀的一个耶和华祝福的一个年纪。跟他讲解一下耶和华祝福的一个90岁是我这个用音乐歌颂上帝的我是一个我现在穿的这身袍子是去非洲赚回来的，非洲 Zulu 的。我们宣教团在那边的时候完成之后，他们的宣教团说我们可以每一个人可以得到一个东西，他们祖鲁的一个宝贵东西，而且就只有我得到这件衣服。以后他说牧师，你以后凡是大大小小要赞美上帝的时候，一定要着这个装。这个装是从南非发出赞美耶和华的力量。我真的很相信呢，你信不信？他们为我祷告，为我们宣教团祷告啊，对不对？国际电话、电波，互相这个带祷。
真的非常的一个这个有真实的一个灵的一个祷告的一个动力感。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最后是整个智能开了，要经过这个4个步骤。你们看了我的那个一个 outline 的一个讲到的 outline， 你们回去一定要这个礼拜每天回顾一次，你就知道了哦，原来宣教士所这个用的一个以赛亚书的这3个小节的41章很宝贵，非常的受益的。结论的一个来讲的时候，诗篇148篇大山小山结果的一个树木和一切香柏树、野兽、一切牲畜、昆虫、飞鸟、少年人和处女都当赞美耶和华。请问这样的话，一切有没有把你包进去？已经把你这个年纪的一个这个一个弟兄因为我以前都是很年轻的时候，都是像他这种打扮。你大概没有60吧？60岁，对，嘿，因为78，我又猜错了。因为我看到你就看到我这样30-40岁的时候，我很喜欢戴啾啾，红色的啾啾，所以我跳入到你的，我以为你大概是60而已了这个就是怎么样，包含在其中。大山小山，一切树木，你看一切香柏树，一切的一个不管你是哪一类种类的，是你都是已经进入到赞美耶和华的系统里头了，进入到耶和华的国度了。今天你们把自己这个早的10点半来这边静默的一个坐的时候，耶和华就已经看你为宝贵了，这样的。所以总结论来讲的时候，148篇大山小山，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读完我们就结束的我就这个事工的影片来。大山小山，结果的树木和一切的香柏树、野兽、一切牲畜、昆虫和飞鸟、少年人和处女都当赞美耶和华。阿们。好，我们事工香柏树事工给大家来领受。天天感谢，天天喜乐，天天赞美主。虽有创伤，虽有挑战，我却不躲藏。不再畏缩，不再自我，让出来掌握。只要感谢，只要喜乐，只要跟随主。不管心情，不管环境，只管亲近主。只愿撒种，只愿传扬，为耶稣而活。临近耶稣，只管标杆，让生命增长。只要赞美，只要歌颂，把握此时刻。哈利路亚，万事感谢喜乐。天天感谢，天天喜乐，天天赞美主。虽有创伤，虽有挑战，我却不躲藏。不再畏缩，不再自我，让主来看我。只要感谢，只要喜乐，只要跟随主。只管亲近主，只愿
在沙中，只愿传扬为耶稣而活。听见耶稣翅膀飘高，让生命挣扎。只要赞美，只要歌颂，把握此时刻。哈利路亚，凡事感谢起来。虽有挑战，我却不躲藏，不再畏缩，不再自我，让主来掌舵。只要感谢，只要喜乐，只要感谢喜乐，只要感谢喜乐，只要感谢喜乐。这首诗歌只要感谢。就会有喜乐，只要喜乐，只要感恩，只要有喜乐。所以我到芝加哥音乐学院学的是古典跟浪漫派演奏，但是写作出来的居然是什么？超越我的年龄，不，应该是说降低我的年龄啊。我用爵士乐啦，比较一个 Reggae 的一个New Orleans 那边南方音乐，那还可以接受吗？好，因为看我这个人，其实也老大不小了啦，也快，我已经有了一个敬老卡了，好，那结果音乐就是这样很活泼啦。我不晓得上帝会再给我有多少的年的一个蹦跳赞美，好，我祷告说再10年了，但是上帝说10年应该是还可以啦，还不是很法白，所以我要用千万个祝福做结束。好，这首诗歌我只要唱一半就好了。好一半。好，请。我用这首诗歌来祝福每一个今天早上在这里敬拜的神的儿女，你们通通都有已经有领受到耶稣给你们好的生命。大地苏醒，我要寻找我良人，百花开放，你的爱情比较更美。大地苏醒，我要寻找我耶稣，百花开放，你的爱情比较更美。杀人的玫瑰花，谷中的百合花，化作圣洁的馨香生命。杀人的玫瑰花，谷中的百合花，化作圣洁的馨香生命，将我爱情献给你，佳美如香果树，献上我千万个的祝福。杀人的玫瑰花，谷中的百合花，化作圣洁的馨香生命，将我爱情献给你，香果树，献上我千万个的祝福。我已经唱出耶稣基督的一个馨香，我想每一个人在今天的敬拜都已经闻到耶稣基督在你身上所散发出来的一个香味了，有没有闻到？闻到馨香之气就在我们会堂，
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当中。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这个还有感动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这个周报上里面有这么一个绿色信封，你写上你的名字Gmail email 好，然后我们就这个知道说你给我们的一个支持，很感谢。我们每一次到哪一个国家，到非洲还是到南美洲 Brazil Argentina 还是Peru， 我们都会再继续过去未来的日子还很长，我们需要体力跟这支持，这经费方面的支持。愿你们通过神的爱成就我们的香柏树的一切宣教。Thank you。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回应。弟兄姊妹起立。神关起的山门，他避开一条新路，不以我不软弱，我心仍要赞美，凡事信靠主。不失去盼望，因为我的主仍然在掌权。他必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随时联手臂，绝不被困住。我要在沙漠中赞美，在旷野主永远掌权，神之地在你，受屈的你代替，神之地不能拦住。我心仍要赞美，凡事信靠主，凡事信靠主，不失去盼望，不失去盼望，因为我的主仍然在掌权。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他必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随时联手的，却不被困住。我要在沙漠中赞美，在旷野中宣告，我的主永远掌权。我要在沙漠中，我要在沙漠中赞美，在旷野中宣告，我的主永远掌权。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充满与感动，与你们每位弟兄姐妹同在。特别也与香柏树音乐宣教事工以及吴英俊宣教士和他所创作的诗歌音乐同在，能够把神你的爱恩典带到世界上的每个角落，从今天起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好，弟兄姐妹，请坐。那虽然时间有一点超过，好，但是吴牧师他飞了14个小时的飞机回到台湾的第一站就来到我们迦南教会，所以他最后还有一首诗歌《遇见爱》，好，要来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祝福。好，我们拍手来欢迎吴牧师。本来是没有安排，但是柏志牧师对我实在很忠诚的一个支持所以唱了在华语堂我也照样把基督的爱已经遇见了，这个遇见就不要把它丢掉，好不好？好，用身握住，握住永远。你创造世界，赐下这礼物，我深知
就是主耶稣的爱。患难不是我与神来隔绝，我愿靠主一步一步前行。你创造世界，赐下这礼物，我深知就是主耶稣的爱。患难不是我与神来隔绝，我愿靠主一步一步前行。遇见所爱，充满我希望是活，我渴望常遇见主的爱，点亮我眼睛，引导我人生，使我眼目常遇见主的爱。弟兄姐妹，我们的敬拜是不是很短？很短很短，但是我们所要接力去拿到的、去接受到的一个福分是非常巨大、非常长，而且非常可以让你足够走生命之路的原路。好，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你创造世界，赐下这礼物，我深知就是主耶稣的爱。患难不是我，来传下去，来传下去，我愿靠主一步一步前行。好，传下去啊！你把遇见所爱，充满我希望之火，我渴望常遇见主的爱，点亮我的睛，引导我人生，使我眼目常遇见主的爱，遇见主耶稣的爱了。主生气哦，对，已经升了，我专心握手。好，我们还有后半段2次用极大的荣耀的声音唱出来，好，全部把它放音量遇见主爱，遇见主爱，充满我希望之火，我渴望常遇见主的爱，点亮我眼睛，引导我人生，使我眼目常遇见主的爱。Sing one more time，遇见主爱，充满我希望之火，我渴望常遇见主的爱，点亮我眼睛，引导我人生，使我眼目常遇见主的爱，使我眼目常遇见主的爱，使我的眼目遇见主的爱，使我眼目常遇见主的爱。哇，欲罢不能的欲罢不能。是耶稣的爱在我身上，在你们身上都有特有厚度跟强度主恩祝福我们拍手来感谢赞美主。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边。好，那么要离去的时候，我们彼此来请安。好，那也请我们在49号地下室有爱餐，好，也欢迎弟兄姐妹一起留下来享用爱餐。好，那离开的时候，我们请把灰色的椅子收起来，橘色椅子留在原地就可以。我们一起来祝福，好，愿神祝福大家平安。